大家好，我是松杜老师，欢迎大家收看本次汉语听力第10课的教学内容。今天老师让你们学是第10课，第10课的主题叫家庭，家庭老语叫ครอบครัว。今天的教学呢是指2年级 A 班、2年级 B 班、2年级 C 班。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学它的内容一下。好，第10课的内容呢是本次分为这几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生词部分，第二是格式与翻句部分，第三认声练习部分，第四听课文做练习部分，第五综合练习部分，第六泛听练习部分。好，接下来我们学第一部分生词部分。OK， 生词部分，第一个词攒、资、安、攒、OK， 攒是攒钱，攒钱呢是我们积蓄或者储蓄，比如把这些钱攒起来。老语的意思是สะสมถอนเงิน OK。好，接下来第二个词退休退休 OK， 你不工作了，或者你一直工作，如果想休息或者你老了，你可以退休了，这个是退休的老语的意思就是บำนาญOK， 接下来第三个词将来 OK， 将来这个是我们的未来一样的将来，比如将来你要做什么呢？好，将来我要当老师，将来我要做生意，这些都是将来或者是未来的。OK， 接下来第4个词打工。打工这个词呢可以作为离合词好 OK， 老语的意思是รับจ้างหรือว่าเฮ็ดเวียก OK อยู่ในนอกเวลาเนาะไปตามเวลาไปตามระยะของมันเนาะ OK 好，打工，比如他做离合词我打1个小时的工我打2天的工作为离合词了 OK。 好，接下来看第5个词挣，这个挣跟那个赚一样的挣 OK， 老语的意思呢就是การหาเงินที่แลกมาด้วยเหงื่อแห้ง OK， การหาเงิน挣钱，我天天都去挣钱 OK， 好，这是挣钱，像那个赚一样的赚钱 OK， 老语的是หาเงินซ้อหาเงิน OK， 好，接下来看第6个词。第6个词呢是放假，放假这个也是离合词的 OK。 好，老语的意思呢是ปิดเทอมพักเรียน放假OK， 比如或者例如我放1个星期的假我放1天的假，这些都可以对，好，接下来看第7个词。第7个词谈恋爱谈恋爱 OK， 这个是短语谈恋爱 OK， 老语的意思叫คบหากับแฟนคบหาแฟนคบหาผู้สาวหรือว่าหาผู้สาว OK， แบบคนหัก谈恋爱ลมผู้สาวลมบ่าวลมสาว，这些都叫谈恋爱 OK。
好 ，OK， 接下来第八个词照顾，OK， 照顾这个老语的意思呢是ดูแลมึงแย照顾，比如我要照顾爸爸妈妈 ，OK， 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照顾我们，我们长大了我们也照顾爸爸妈妈 ，OK， 这个是照顾的这个词。OK， 接下来第9个词，邀请 ，OK， 老语的意思呢是xiển，邀请这个是你请别人到你的家里的是邀请 ，OK， 比如今天我要邀请你到我家做客，这些都可以 ，OK， 好，接下来第10个词，娶妻屋娶，OK， 老语呢是แต่งเมียหรือว่าเอาเมีย，娶的意思是把女子接过来成亲，像那个嫁一样。比如我儿子娶妻子了，我女儿娶丈夫了。好，接下来继续看一下第11个词呢，温柔温柔。OK， 老语的意思呢是อ่อนโยนนุ่มนวลอ่อนโยน OK， 比如她是一个温柔的女孩 OK， 她是一个温柔的女孩OK， 好，接下来第12个词，可怕可怕这个词是使人害怕，老语的意思呢是เป็นตาย้าน，比如他很可怕他做得很可怕 OK， 可怕这个词OK， 接下来第13个词，家务 OK， 老语的意思呢是việcบ้านviệcเรือน OK， 在家里工作是叫家务 OK， 比如你妈妈做家务吗 OK， 对 OK， 如果不对了就不对，如果对了就是对的，做家务。你常做家务吗 OK， 或者你常做或者不常做，就是可以按照你自己来回答的 OK。 接下来第14个词，平等老语的意思呢是เสมอภาคสิทธิเท่าเทียมกัน平等 OK， 大家要平等的OK， 比如我们每个人要平等的，做什么事大家也要平等的 OK， 这些都是用平等的造句的 OK。 接下来第15个词，长久 OK， 长久是用时间很长的意思 OK。 好，老语的意思呢是ยาวนาน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โดนนาน OK， 长久 OK， 长久的时间 OK。 我们学习不要长久的时间，如果用长久的时间了，大家要闷或者不想学习了，对吧 OK。 好，接下来第16个词，搬 OK， 搬这个词老语的意思是ย้ายเครื่องของต่างๆ OK， 搬 OK， 要搬到别的地方叫搬 OK， 可以比如把这个桌子搬到那边 OK， 把这个桌子搬到那边 OK。 好，接下来第17个词，矛盾 OK， 矛盾老语的意思是ขัดแย้งกันผิดเถียงกัน OK， 我们每个人不要有矛盾 OK， 大家不要有矛盾 OK， 如果有矛盾了就做什么也做不成，对吧 OK。 接下来第18个词，保姆老语的意思是คนเลี้ยงเด็ก
หรือว่าแม่เลี้ยงเด็กเนาะโอเค比如他是我的保姆他是我的保姆 OK 好接下来第19个词羡慕羡慕老语的词呢是อิจฉาอิจฉา我很羡慕他他很羡慕我 OK 这些叫羡慕跟接下来第20个词寂寞寂寞寂寞的老语是เหงาเหงา OK เหงาบ่มีอารมณ์ละเหงา对吧OK 比如今天我很寂寞因为没有人跟我一起开玩笑所以我很寂寞对吧很寂寞 OK 接下来第21个词乐趣乐趣你寂寞了也要乐趣啊乐趣乐趣老语的意思呢是เบิกบานใจหรือว่าม่วนซื่น乐趣我们每个人也要乐趣一下如果没有乐趣我们很寂寞对吧 OK 接下来第22个词耽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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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语的意思是รบกวน OK หรือว่าเฮ็ดให้เสียเวลา OK 耽误它的意思是拖延时间叫耽误OK 比如耽误一下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下这个问题 OK 叫耽误好本次的生词是总共有22个词到此结束了啊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OK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格式与翻译部分 OK 这个老语叫พักคงห้างกับนำใส่คำศัพท์ OK 接下来第一是什么什么而不是什么什么 OK 汉语里面解释该句式先肯定一事然后再加以解释说明此种句式意再强调前一句OK 我们来看一下老语的意思 OK ในรูปแบบชื่อไม่ยังไม่ยัง而不是ไม่ยังไม่ยัง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คที่แน่นอนในเรื่องใดเรื่องหนึ่งก่อน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จึงเพิ่มการอธิบายเติมประโยคแบบนี้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มันเน้นอยู่ในประโยคทางหน้า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例如例如第一他是我弟弟而不是我哥哥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此种句式意在强调前一句再强调可以强调前一句他是我弟弟而不是我哥哥 OK 好而不是这个是说明是不是他的哥哥是他的弟弟 OK 好接下来第二个句他要的是黄的而不是红的接下来第三我是没有时间去旅行而不是不喜欢旅行 OK 这个是第一是什么而不是什么 OK 接下来看第二个只要什么什么就 OK 汉语里面解释连接条件复句只要后边提出一个充分条件就后面是在这个条件下得到结果意思是有这个条件时一定有这个结果好给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老语方面รูปแบบประโยค只要ไม่ยังไม่ยัง就ไม่ยังไม่ยัง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คผสมที่เสื่อมเงื่อนไขเข้ากันอยู่ทางหลังของ只要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คนึงที่เสนอเงื่อนไขโดดเด่นส่วนประโยคที่อยู่ทางหลังของจิว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คที่ได้รับผลจากเงื่อนไขเสนอนี้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ในเมื่อมีเงื่อนไขแล้วก็มีผลตอบแทนแน่นอนโอเค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例如一下对第一只要你努力
就一定能学好汉语可以มีเงินขายแล้วจึงมีผลแม่นบ่โอเค好接下来第二只要你需要我就给你只要他需要我就给他了对吧 OK 接下来第三个需要你告诉他他就来OK 有连接了连接条件复句好 OK 泛句 OK 好接下来是第三个部分是认证部分这个是我们得听了得听了 OK 这个部分是先给大家听听一下好这个部分我们在第二个视频看谢谢大家收看我们再次见